泰国前总理戴克辛伫去年8月时阵，总算结束伊17冬的流亡生活，也毋过后来煞因为涉嫌贪污，互人判刑8冬，再搁因为健康的状况无好，所以减刑到剩1冬。即卖伊这个身体实在是伤歹啊，所以已经申请着假释，转去厝里调养。 坐着黑色轿车向前行，媒体相机灯光闪袂停，会当看到阿妈棍为着护具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，伫查某囝的陪伴之下，准备转去厝。今年74岁戴克辛，去年8月结束伫海外流亡17冬的生活，转去泰国。伊捌2届当选泰国总理，率领2006年的军事政变，受到指控污洗、改读职务，开始流亡英国。 ขอถอยโดยการไม่รับตำแหน่งนายกรัฐมนตรี 2008年，戴克辛目的站登去泰国，替指控家己的数十项罪名做辩解。却伫同年8月出席北京奥运开幕了后，无按照泰国法院的要求，登去参加听证会，佮向英国申请政治保护，开始长期流亡国外。 去年8月，伊登去泰国了后，被判刑8冬，也毋过服刑的头一天暗时，就因为高血压带入去病院，了后佮得到泰王的特赦，减刑到1冬。经过6个月病院关押生活，伊申请假释成功。 泰国司法部表示，这个假释委员会批准930人的假释申请。戴克辛的年岁、健康条件、佮服刑的时间拢符合条件，所以得到批准。也毋过因为戴克辛去年登去泰国的时阵，伊的政党为泰党，拄好要甲亲近军方的政党结盟，共同组织联合政府，互外界利用伊的刑期缩减，是互相作业的结果，才当进一步符合假释的条件。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。